好，先来关心的是洪明报道，佮加上西南风带来的水汽，气象署针对全台湾10几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目前有部分所在已经传出灾情，一个南投这个到89线有2搭是因为土石绑落交通断站，也那东流线这个单纯的所在也是漏水，另外家己是有丢倒站。放弃的所在紧急抢修，几啊天落大雨，南投县真爱乡立行产业道路到89线71.4到37.7公里的所在，设置土石绑落交通断去，警方封路佮呼吁驾驶人改路。因为连日豪雨的部分，造成37.7K 处以及21.4车辆无法通行，请进入山区的民众绕道而行。外口落大雨，内底落小雨，屏东县东港镇东流线交通真的好准时漏水，工作人员赶紧排除状况。航运业者讲是楼顶排水孔塌掉了，水为其他管线泄出来。楼上的排水孔被它一些杂物跟木板堵住了，所以它水泄不掉，所以从旁边的管线漏出来。它现在已经整个处理完了，所以现在已经不会再漏水。家己就拢要靠步目屎，找一个强港河，要挂伫我沙倒拍，烦恼泡水出奇，连本钱拢去了了。这挂去是惊伊切床唔收啦，我就是咧害较红袂哩。哦。你啊切床唔收，我3.5年呢。我3.5要安怎去拍？气象署初时针对全台10几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台中市开设水灾3级应变中心，先伫较低会积水的所在设移动式抽水机。大型的抽水机我们每分钟就可以抽18吨的这个水那所以在这个急降雨来的时候如果有需要抽水到我们这个河川里面的话，我们随时都可以因应这样的水量。区公所准备2万个沙包，互民众带领，维护方面路南加上西南季风，各地拢正认真提早准备。记者综合报道。